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，真侪人改变着消费的习惯。本地伫外口食饭用餐的人，可能即摆拢变做叫外送，嘛因为安尼纸餐具的用量大增加。讲敢若是这个台中市今年用掉的纸餐具22000吨，比去年加出着8700外吨。自助餐包顿去，人客拢会用纸盒仔。外送平台点餐，四上首地餐点嘛拢是用纸盒仔底。受到疫情影响，台中市环保局发现，今年台中市纸盒仔用量比去年增加65%。对于疫情，可能民众在外的一些饮食习惯他们会希望说，可能用纸餐具一次用完就可以去把它丢弃，饮食上比较安全。台中市环保局统计，台中市今年1月到9月已经用22139吨的纸餐具，比去年同期的13430吨加8709吨。我们每天支援的人力大概要多10个人左右。为了解决回收量，回收厂讲，大家拢要加增加10个人来处理。不过回收厂煞真欠人，很难找人，1年找不到一个。台中市环保局为了纸盒仔的回收，向餐饮业者宣导，说回收设备，嘛提供回收设备的补助金，给业者来申请。嘛建议民众出去路口食物件，加找家己的餐具，唔来当顾防疫，嘛当顾环保。